開始前又戴返個頭盔先。今次我哋就決定過大海食好嘢。過關前見到呢一對眼，肥嘢上網見到有個百老匯美食街。今次一樣都係坐金巴過去，過咗關之後我哋就搭發財車去 Galaxy。喺商場入邊揾到時尚大道中，就會見到呢個澳門百老匯嘅指示牌。沿住呢條路行過去就會到百老匯酒店。沿路仲見到呢一個牌，好詳細咁介紹咗有啲咩嘢食，同埋鋪頭嘅位置，咁就唔怕揾唔到自己想要嘅嘢啦。過咗呢塊牌之後，大概行多2-3分鐘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去到百老匯美食街啦。落返地面嗰層推玻璃一出就係百老匯美食街啦。我哋揀咗向右行先，行到中間有個好似寵物樂園區嘅，再向前行仲見到有班女仔喺度排隊，而且部分衣着都幾有特色。原來有韓團今晚過嚟表演啊，所以就有好多打卡位。美食街冇我哋想象中咁大，但係成條街都係食店，有啲就係入鋪嘅，有啲就係街邊檔，而且有好多款選擇。行行下俾我哋見到澤賢記，平時喺氹仔嗰邊勁多人，呢度就少人好多，不過口味都少啲啊。呢間澤賢記疑似有走賣。我哋最後揀咗葡撻雞蛋仔，41蚊，大概等咗15分鐘左右。上面啲旗仔幾靚，而且仲寫住係葡撻口味，外脆，入邊係流心，好香嘅蛋味。想食又唔想排咁長龍嘅，可以嚟呢度買啊！食完雞蛋仔就向我哋嘅目的地福隆葡國菜進發啦。佢唔喺大街嗰邊，行到去 OK 見到條巷仔轉入嚟，就會見到呢間福隆葡國餐。有分室外內，不過室內就比較昏暗，但係有冷氣。食物中等價錢，如果有銀河會員卡就有9折，但係呢度有收+1。食物種類都多，而且大部分都係以葡菜為主。另外亦都有唔少嘅酒精飲品。要留意返嘅，每一張台都會有呢一支水，千祈唔好開，因為一支要28蚊。其實過咗一陣佢就會幫我哋斟水，嗰啲就免費嘅。食葡菜通常都會點 Sangria 嘅，但係呢一間就可以免啦。酒精嘅味道唔太重，而且啲紅酒係偏酸嘅，而生果亦都好似冇浸過酒咁。暫時係山道士嘅 Sangria 係最好飲嘅。蝦多士78蚊，總共有5件。雖然佢炸得好脆，但係佢中間嗰啲只係蝦膠嚟嘅，個餡就令到我好失望。但係個多士本身夠脆，同埋好鬆軟。佢有送到個餐包俾我哋啊，個包夠鬆軟而且夠熱。葡國紅酒燴牛尾158蚊，一望就見到啲汁好結撻撻。薯仔嘅質感有少少奇怪，因為係煙韌嘅。牛尾就煮得好腍，一咬就骨肉分離，絕對唔需要好辛苦咁挑啲肉出嚟啊！呢一兜嘢最好就係送飯或者送意粉，因為就咁食會偏鹹。不過我覺得最奇怪嘅係點解呢兜嘢會有個葡國臘腸，而且係今餐佢嘅出場率基本上等於係主角一樣，咩都有佢份啊！葡國焗鴨飯268蚊，呢一個我覺得個價錢都偏貴。然後上邊嗰3條又係葡國臘腸啊，用缽焗好有特色，個面焗到好似飯焦咁，中間其實有好多鴨肉，因為啲鴨夾咗喺中間一齊焗，所以啲飯就充滿晒啲鴨油嘅香味。望落就好似唔多，但係食落去其實我估都有2-3碗飯嘅份量。而嚿臘肉其實我覺得香港嘅臘腸會比佢更加好食，唔知點解我覺得佢好似沙樂美腸啊，超級鹹，對個腎唔係太好。葡國臘腸炒雜菜98蚊，有蘑菇啦、紅蘿蔔、粟米心、椰菜，仲有葡國臘肉。撇除葡國臘肉，成個菜其實就係用蒜炒，極香蒜味，份量都唔少啊，尤其是啲葡國臘肉多到滿瀉。但係個問題係佢超級鹹，如果一餐要我哋食晒咁多腸嘅話，我諗下一站我哋嘅目的地就會係醫院啦。
呢餐埋單600幾蚊，問心兩個人食呢個價錢，呢一個質素，個人就覺得偏貴。反而之前食嘅buffet或者係公雞葡國餐 CP 值都會比呢一間高。呢度嘅食物普遍係重口味偏鹹嘅，尤其是嗰條葡國臘腸啊，想洗腎嘅食多啲啦。呢度收10點，我哋當日就俾咗 cash，佢找錢嘅時候都係找港幣俾我哋嘅。另外呢度嘅招呼都好好，我哋嗌嘢食嘅時候 waiter 都會推介我哋埋單嘅時候，佢仲俾咗6張餐飲券我哋添，而餐飲券係美食街所有嘅鋪頭都可以用到嘅。今次又介紹住咁多先，我又要努力去揾下有啲咩好嘢食啦，係咁先嚕，拜拜。